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假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大家家庭一起团圆，有的一起到野外来郊游，享受这个秋天美好的天气。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主日也愿意把时间分别为圣，在这边同心敬拜。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动力。我们要在你面前求圣灵亲自启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再一次祝福大家，我们的中秋节快乐我们这个礼拜觉得休息还不够，我们还有一个礼拜下个礼拜还可以继续有连续假日那求神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在这2个礼拜当中，透过一个福音讲述，要与大家一起分享说，不只是幸福小组的base 或是我们的福长，他们会讲述福音的信息，也希望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愿意的话，这个一生受用。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福音讲述的一个流程做一个架构性的了解，然后加上你自己很生活化的一个分享跟见证，你会在分享的过程当中，让一些慕道友或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同事去理解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接受福音。我们常常在讲说，过去特别是长老教会已经有150年的历史，我们一直觉得说，好像要跟别人传福音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难理解的事，除非他有意愿。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策略，改变一下方法，改变一下路径，改变一下气氛，你会发现说，其实为什么福音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当一个人开启了他心灵上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神要接纳他的开始。我们上个礼拜曾经用前半段一起分享说，一个流程，一个逻辑，有个8个段落，怎么样让一个 base 或是一个慕道友来接受主。那我们的根据是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生命唯一的拯救，这是我们迫切要传福音的理由。约翰福音1章12节到14节说，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换句话说，这个创造的主他要寻找他的儿女，所有创造的人类都是他的儿女，但是要你认定，要你自己去接受，你要去跟我们的父神来连结，你才有这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接受他，相信他。因为13节这样说，这样的人不是有血统关系，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肉体的一个人类的繁衍的方式，主耶稣不是这样来的，他是由上帝亲自生的。换句话说，他虽然有人的肉体的样貌，但是完全不是靠肉欲的，是人的方式来出生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来出生。那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界的方式是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换句话说，因为他成为人的样貌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又不属于人类肉体的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是上帝给他儿子特别的荣耀。然后他说，成为人，而且真理恩典。那在这个世界，我们只有透过主耶稣这样的道成肉身的大能，我们才能重新回复到跟我们的主一个连结，成为父的儿女。那我们接受主耶稣，我们亲近神，是因为他愿意接纳我们。所以第2段经文也是很熟的经文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必得到，寻找就必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他第10节又重新耶稣又重新重复了一次。换句话说，这个经文是在让每一位在寻求人生的一
钥匙，或是人生的一个生命的一个释放的时候，一个得救的记号，或是一个得救的管道。这个门就好像一个钥匙，一打开，神的祝福跟恩典就来了。这也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所共同经历到的。感谢主，我们在这个8个段落当中，我们有一个逻辑的存在。我们说传扬真道、领人归主是什么样的顺序呢？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先让我们的朋友、我们的 base 我们的慕道友，他去理解说，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存在。无论任何人，因为我们希望平安、健康、喜乐，我们希望衣食无虑，我们希望有一群很好的朋友、家人在一起，这些都是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说所谓的物质的需求也好，或是精神的需求也好，这些没有人去会否定的，没有人会给你做质疑说，哪有人故意要去找那些受苦的方式呢？不过，重点不是幸福大家不需要，而是你所谓的幸福到底是不是永恒的，是不是永久的，是不是确信的，是不会失去的，那个才是我们话题的开始。所以等于是用第一个主题来做话题的开始，然后我们做一个解答说，原来人所以在追求一切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幸福，是因为有生命的贼、强盗偷走了，是撒旦邪灵这个黑暗的势力抢夺了我们本来应得的幸福。那个幸福不只是物质的丰盛，而是心灵的平安，以及人生一个自主。那原来是魔鬼的诡计。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是因为主耶稣，因为盗贼是要偷、要抢、要杀害，但主耶稣来要让我们得恩典、得生命。所以他引导到这边的时候，大家知道说，耶稣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是因为他掌管了生命的权柄，他掌管了人生的祸福，或是人生的路径跟命运。那我们会用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慕道友说，主耶稣是一切的问题的答案。然后当我们知道答案的时候，你会想说，那我怎么样跟这位解答一切问题、人生问题的主耶稣接触呢？我们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语句说，我们要与幸福连线哈。那这也是牧师解释说，为什么我们会推动幸福小组。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很俗气，或是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厉害什么地方？绝对不是，它纯粹就是要回到人的最基本的生命的需求——幸福。那这个幸福不是人类在物质上、在社会上所做的这个价值观，而是得到生命的真幸福。所以要跟幸福连线，其实幸福连线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跟神接触的意思。那第4点，然后第5点就是我们在分享神爱我们，他会主动亲近你。神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威严的上帝充满了一种不能亲近的，而是神愿意来敲你的门。然后就是后续的分享，来告诉我们的慕道友说，主耶稣借着基督在十字架的胜利，让你的生命得到释放，然后邀请他来教会一起领受这样的祝福。牧师要一个简短的一个说明，让大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福音的讲述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甚至你可以不用拿什么教材或是什么样的一个资料，只要记住这个流程，那就可以跟一个好朋友在聊天当中，在喝咖啡当中，或是在他家的拜访当中，慢慢把这样的一个幸福的恩典祝福来分享给他。所谓的是真幸福连线，就是表示人对生命的一个渴慕、一个追求、
一个幸福的追求。但是怎么追求呢？一般世人是这样子追求的：第一个，他可能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比如说我有物质的需要，我需要有另外一半的需要，或是我要生儿育女的需要，我要一个事业成就的需要，人都会是这样基本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是怎么找到的？除了透过你自己的努力，你会希望一个超自然力量来帮助你。但是人常常会走错路，会往不同的方向去走。所以有的透过灵媒，有的透过指教，就是我们说的跋杯。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因为他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会走到宫庙，他会请一些所谓的异议人士，就是有那个异能的人士我看到那个电视里面那个算命的啦，讲你的祸福的节目一大堆，是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这样的追求是有果效的吗？常常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追求，他的后果是后患无穷，因为他去沾惹到这些邪灵、黑暗势力，然后他捆绑住你。我们常常会在很多社会新闻当中，很多人因为去误触到那一种邪灵的捆绑，有人失财、失身，甚至失去生命，甚至被某种势力捆绑住了，他永远就没有得到自由。所以，当人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分享说：那怎么样达到跟这位大能的上帝、创造的上帝连接呢？就好像说，他是不是要接我的电话？这个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恩典，是因为上帝他是一个爱人的神，他要垂听他儿女的祷告。上帝也垂听寻求他的祷告，只要寻求，就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寻求他就必寻见，叩门就要给你开门。而且上帝是爱我们百姓的，所以他期待我们有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是神期待我们，但是不要被邪灵恶者所捆绑。就像耶稣说的：“盗贼来是要偷窃，要捆绑，要杀害。”只有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丰盛的生命。”这是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福分，我们可以分享给这些慕道友。当他引起了这样的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教他怎么祷告。通常很多弟兄姐妹会传福音给这个 base 的，就会告诉说：“那要不要我第一次带你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这个是非常好的办法。那我们常常会在慕道友的一个聚会当中，告诉他们说，类似5只手指头来代表这个祷告的流程。那我们也会想说，就像一只手机，你要跟上帝沟通，那怎么样打手机？我们基督徒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最习惯的生活方式来告诉他们祷告。第一个，你要拨电话。那拨电话不是按号码，是说亲爱的天父上帝，就是在按号码了，把号码打通了，对不对？第二个是打通电话的时候，你会做一个简单的寒暄一般好朋友一打通电话说：“最近怎么样啊？最近在忙什么啊？”这些寒暄。但是我们跟神打通电话的时候，会想说：“感谢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愿意听我的祷告。第三个就是讲正事啦，你要讲什么样的话，就是你这次电话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啦，就是你最大的目的。所以你会告诉神说：“神啊，我最近心情不好，我最近工作不顺利，我最近身体有一点状况，我睡不着，或是说我为了我的儿女在烦恼，就把你的事情讲出来。”这是第三点，就是中间这个指头是最主要的。然后第四个就是因为不是我有这样的福分能力，是因为有主耶稣的恩典，所以靠主耶稣的恩典。最后小指的就是阿们。那跟他告诉他说5个段落很简单，连背都不用背。第一个打电话号码，亲爱的天父上帝；第二个寒暄一下，感谢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儿女，让我有这个福分让你祷告。第三个讲你的内容，第四个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样子。那
我们向贝斯的教导的话，他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五只指头的一个顺序，那你就告诉他怎么样祷告了。那我们基督徒认知的祷告是因为祷告是直接跟上帝说话，等于一支不会被打断的电话，一通没有不接听的，不会断线的，不会插播的，不会拒听的，不会。神要接纳你的祷告，而且你是诚心诚意的，不是开玩笑的，不是随意的，而是诚心诚意的祷告，而且是充满着信心的祷告。因为你对所讲的是对一位大能的神，你说主啊，我要求你帮助我，这样子就是靠着信心来成就。那这个是我们跟神接近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们还会告诉我们的慕道友说，不只是你能跟神祷告，是因为神爱你，他亲自要向你敲门。上帝爱你，亲自来跟你敲门，等于是他要主动来寻找你。就像当初上帝来呼召了亚伯拉罕，呼召了摩西，是因为他爱他们，爱这个百姓，主动来跟他们接触。那可能我们的贝斯他不知道说，等一下讲上帝是谁呢？我们可以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个，他不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可以比拟的，不是一般的木刻的神像，或是一块石头，或是一棵大树，或是山川、河流、日月星辰那一种没有生命的物体也在作拜敬拜，不是。神是独一无二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因为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跟掌管者。第三个是他是万物结局的终审者。换句话说，他创造了，他铺陈了，他还做审判跟管理，将这位神的地位凸显了出来。然后他不是要给我们伤害的，而是他爱我们，他主动寻找我们，要让我们从罪的泥淖当中拯救出来。这是神最大的恩典。意思是说，我现在最终我自己不知道，我在迷糊当中，我在迷茫当中，在摸索，在冲撞。但是神说：“来，你来接近我。”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来接近我。凡事都有神特别的恩典，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上帝他是主动的寻找拯救罪人。第一个，他是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不是看不见的，是因为主耶稣亲自呈现的神在这个世界上，将上帝的恩典跟祝福福音天国的福音透过他这个肉体的显现成全的出来。第二个是上帝他借着道成肉身亲自上十字架来成全这个救恩。换句话说，他自己来把它成就了，不是人自己去追求去苦修或是做功德这些好像你用你的努力去得来，不是，是因为神完全为你预备，只要你接受，你愿意，你接纳，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恩典就成全了这个救恩只要你信，你就必得救。耶稣的救恩，他透过牺牲付出代价，让每一个人的罪被他的牺牲所承担了，等于是让你的债务完全被解清了。我们稍后要一起领受圣餐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再一次确认，我是跟他的救赎有关的。他的救恩因为主耶稣的牺牲，我得到了，信他了就必得救。那怎么样回应呢？我们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贝斯的说，你只要敞开心接受耶稣，就必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你要被接纳，成为上帝荣耀的同工。也许这一句话还要进一步解释了也许让他知道说，我不只是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我还要成为一个非常有荣耀的福分，因为我要将这样的救恩再分享给别人。因为你要成为一个分享祝福的人。救恩很奇妙，它不是像一块蛋糕，那2、3个人你切了一块，你吃了一块，然后越来越少了，大家抢着要
吃那个剩下的，不是。这个蛋糕是永远为你存在，永远为你预备的，不会被人家抢去的。只要你愿意，你都有份于这一份属灵的祝福。所以，既然不是你享受了，别人就失去了，所以你也愿意成为一个分享福音的人，分享祝福的人，分享幸福的人。这是生命的祝福，是荣耀得胜的生命。那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呢？是因为主耶稣在十架上的胜利。他因为这样的胜利，让我们有这样的自信，说我们会得到，我们会领受到，我会将这样的恩典分享给你。啊，不是我到底有多大的那个能力，或是我自己多么大的财富，而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他怎么样在十字架上得胜利呢？我们会先分享说，人如果没有主耶稣的权柄的帮助，人在没有上帝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情况？通常意思说，一般普遍的人都会理解说，没有神的帮助，人的能力会碰到这样的挑战。第一个，他会在黑暗权势的掌控之下，因为你无论在任何你的肉眼，或是你的一个人的理智所掌管的范围，还有另外一个黑暗的世界，因为在那个黑暗的势力掌控，你无法去面对，无法去清楚，无法去看清。也许有这样的那个诱惑在你身上，有前面看不见的祸福在你前面，人没有办法去预测下一步你会怎么样。你的身体健康，你的人生的道路，或是你的工作，还有你的家人，完全没有办法自己掌握。所以为什么人会那么样的相信算命的，相信生辰八字，会相信那些抽签卜卦，会去听那些灵媒的引导，是因为他心里面不扎实、不平安。这是人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会发生的。第二个，即使你用自己的方法，用什么样这盖啦，用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啦，什么样的事情要去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其实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的战争，这个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对手，你没有办法去打拳去打到他，所以通常是人失败。因为这样子，人类所以会劳苦重担，会产生不幸，是因为人没有办法跟这个黑暗势力对抗，尤其是在被黑暗权势所掌管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虽然他有财富、有地位、有名声，但是他并不一定快乐。有人在演艺事业非常的昌盛，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演艺事业的这些光鲜亮丽的这些歌星、影星当中，自杀的比例很高。他没有办法用世界的一种名声地位来满足他空虚的心灵，这也是人一个无奈或是一个困境。那些不幸的人生，有的人会怨这个怨那个，或是怨另外一半或另外别人招惹他，其实是因为黑暗的权势在掌管，故意让你成为这样的人。那这是我们看到没有上帝的人生所产生的现象。所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会成就什么，会解决我们前面所遇到的困境。第一个，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第二个，使我们得着复活的大能；第三个，使我们得着得胜的能力。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我们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他会有这样的顾虑跟困境，因为他可能在皈依哪一个那个宗教的时候，他也会发誓，对不对？他会还要就抓，然后他就开始恐惧说，我如果不跟这个走，我会被害得很惨，或是甚至死于非命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黑暗的权势是掌控你的心灵最主要的武器。那很多人因为这样子不敢走出来，
或者说，小时候呢，妈妈或者爸爸曾经带我去庙里面，说成为哪一个神明的一个他的义子，对不对？义女，好像我就是属于他的，就永远不敢离开。好像你觉得，我要守信用啊，但是不晓得说，原来他的力量是因为有这样的邪灵的掌控，让你不敢走出来，好像觉得一定要一生跟着他走。我们教会曾经有碰到过，有人因为他被一贯道捆绑，有基督徒他离开了一贯道，他自己做见证说，也许那样的誓言让他心中很恐惧。但当我们告诉他说，没错，那样的誓言可能会产生你心灵上很大的伤害，但是人的办法没办法解决。但是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它是胜过世界一切黑暗的世间的力量，这样力量就能遮盖你。这是为何基督徒会勇敢的说，在7月这个鬼月的时候，我心中有平安，不是因为你能力大，是因为你有主耶稣的保守。我们也会看到说，有的人要看要开店啦，或是要做什么喜事啦、丧事啦，都要看时间、看日期，或是生辰八字。不是那个有什么奇妙，是因为邪灵要用这个方式来掌握你，来辖制你。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说，那个是我不信了，不管他了。你是说，因为有主耶稣的保护，我能够超越这一切。因为邪灵就会用这种方式让你产生怀疑，原来你就是这样子才会这样子啊！你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看日子，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个境遇很差，它会让你陷入怀疑的困境当中。是因为我们要依靠上帝的上帝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那我们才有得胜的能力。这个得胜的能力是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而不是你比人家多强，是因为神的恩典。那我们如何靠十字架得胜呢？第一个，你要接受主耶稣，从黑暗的权势进到上帝的国度。换句话说，好像你进到一个被保护的环境。耶稣说：“我有99只羊在羊圈里，他有一只到外面去了，我要把它来找回到这个安全的环境。”主耶稣要愿意提供这样的美好的信心跟恩典的国度，是因为你接受了主，你就不再被黑暗权势所掌控了。第二个，靠着十字架的大能，你要斩断过去跟偶像邪灵的连结。不是你不要就不要哦，他如果要跟着你，你跑到任何地方去就没办法。但是奉主耶稣的名，砍断这一切恶者的攻击、邪灵的诱惑或是连结。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曾经参加过，我们已经举办过1、2次了。我们举办一个全人更新营，更新营好像这个活动好像蛮有一点感性的哈。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填一下你这过去曾经接触过什么样的偶像，什么样的邪术，或什么样的一个世间的一些魔鬼的一个招式。那打勾，你有这样的曾经接触过，我们就一起奉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他的宝血，除去我们这些捆绑，除去我们这些辖制，是因为不是你自己勇敢就脱离了，是因为主耶稣的保护让你脱离这样的连结。第三个，你要借着领受圣灵的能力，在生活中得胜，是因为有圣灵帮助你，才能够抵抗或是避免再重新被辖制的。所以基督徒最大的福分是生命得释放跟得真自由。因为我们看到普遍人类的困境是什么呢？现代人有什么捆绑？第一个是生活压力的捆绑，你有业绩的压力，你有学业的压力，你有工作或是生活或是家庭或是孩子成长各方面的压力。曾经有人这样子描述说，很奇怪呢，我们现在南部的人你要到外面去逛街都可以悠闲走一走，但是一旦到台北，从那个高铁站下来，或是要搭捷运，你就会跟着台北人走得很快，因为
他们都很习惯走得很快，因为大家很忙啊，所以你又跟着走，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大家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但回到南部，又悠闲下来了。人常常会不自觉当中被某种压力所捆绑，那这个压力捆绑有时候还能够做一点疏解，像我们现在休假，大家休息1-2天、2-3天，但是有的最后变成精神跟身体的疾病被捆绑，那些都是从捆绑当中所遇到的。甚至有些人呢，某一种那个坏习惯或是什么样的瘾都被连结出来了，因为后面还有邪灵的捆绑，所以会什么结果呢？就是这样讲的：有遇到药物或是恶习的捆绑，有的是成为罪的奴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人被某种压力捆绑住，你不犯罪好像不行。那当然就不用说被药物所捆绑。我们的政府做统计，做调查，国高中生被药物捆绑的比例越来越高，因为这是某一种集团，他透过药物的引诱，让一个人被绑住之后，他就要求你、威胁你，你要得到这样的药物，你要去找多少个新的朋友、你的同学来加入。那我们又看到说，有的人透过我们社会上一些公庙的一些那个八家将啦，或是那些班队啦，去捆绑这一群年轻人，因为他供你吃、供你住，甚至用药物来控制你。那这些都是成为罪的奴仆。我们社会的新闻一大堆，生活的意义没有了，没有方向，这是我们人生所面对普遍的困境。所以我们只要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就知道说要靠福音来得到自由跟释放。所以我们会邀请贝斯的说，你只要觉得这样的捆绑也可能曾经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信而受洗，就要得到释放，就要得到这个从邪灵的捆绑中得释放，要奉主耶稣的名来斩断这些连结，斩断这些困境。你要得真正的医治，这个医治不只是肉体的医治释放，而是你的灵魂、你的心灵被得到释放。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有宝血的遮盖，你会得到真正的自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又藉由这样的8个段落，引导人从追求幸福开始，然后发现生命的真相，知道说主耶稣才是我们拯救得救的一个根基。之后，我们怎么样跟神来连结？我们怎样确信主耶稣他的十字架的宝血能够保证让我们跟这些恶者来斩断，让我们得到真正的释放跟自由。然后你会邀请他说：“我欢迎你来到互祥教会，因为互祥教会就是一个让你得到释放、恩典、祝福的地方。”感谢主，我们在很多幸福小组的分享当中，我们的副长他很会分享，会把互强教会很多美好的画面或是图像分享给他们。因为我们要告诉他说，为什么要来教会？我到别的地方不行吗？因为我们要介绍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代表。第二个，上帝的儿女有一个归属。第三个是因为在教会里面要见证上帝的荣耀跟丰富。最近这几天呢，我们教会为了要举办共事营那很多同工。很多的各阶层的弟兄姐妹会分成一个小组，跟我们的黄兆新教授来分享。那他有问一个问题说：“你要分享说你来教会多久啦？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为什么会加入互强教会？”那我听到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分享者说，我会喜欢留在互强教会，是因为看到。在互强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都充满了笑容跟亲切。现在你们都戴着口罩，看不见你的笑容，但是看你的眼神就知道说你是一个很好亲近的人。因为很多人愿意留在互强教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说，我虽然是个新的朋友，我刚刚来到这边，好像人生地不熟，但是就是有那个很温暖的人会跟我打招呼，会有人关心我。我们的同工会说：“为什么当初他会留在互强教会？是因为
他说：“哎呀，原来我一个陌生人，竟然有人理我，这样子。”所以教会是在见证神的恩典的地方，是因为你领受这样的祝福，你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用装的，或是用表演的，是因为你从内心发自内心，要让对方也同样感受这样的祝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归属在教会？有人说：“那我这里家里读圣经，我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要到教会来？”其实不是说读圣经信主不好，是因为你还缺了一个，就是一个团队的享受神恩典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被形塑成为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因为被上帝重用是你领受恩典，还要分享恩典。第二个，使你成为到处受欢迎的人，是得祝福的人，然后使你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有一群属灵的长辈，或是属灵的好朋友，或是你最亲近的人，他会帮助你，他会引导你，他会提醒你。那我们怎么样领受这样在归属教会呢？第一个是信而受洗，委身成为上帝的家人。你受洗了，你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第二个，在教会里面学习生命的成长。第三个，享有属天价值的幸福人生，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群同伴，他会陪伴你走过任何的挑战，一起面对恶者的攻击，为你做遮盖，为你做祷告。各位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也把这样的福音的讲述成为你的生活的一部分？遇到一个好朋友，遇到一个你愿意想要听福音的人，你能够做这个8个段落给他分享。也许不是一次，只有他有愿意，你可以邀他一起喝一杯咖啡，或是到他家里面陪伴他，把这些属灵的恩典跟祝福分享给他们。我们期待这8个礼拜，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同工贝斯的还有我们的组长，他们因为也是又藉由这样的讲述，让一群要追求渴慕真道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样成为属神家庭的一份子。